歡迎返嚟 FlyGBA 嘅頻道。今集會帶大家去日本山形縣一個超人氣滑雪同溫泉秘境藏王溫泉滑雪場。藏王山距離仙台機場僅90公里，揸車大約只需1個半鐘頭。你亦都可以選擇巴士或者搭乘 JR 前往山形，交通相當方便，而且費用合理。呢度唔只有最正嘅粉雪，仲有壯觀嘅樹冰、各式各樣嘅美食同埋正到鼻嘅溫泉。成個雪場四圍都見到外國人，就連老外都話正。快啲一齊入場睇下有啲乜好玩啊！滑雪場嘅規模，藏王溫泉滑雪場大到嚇親人，足足佔地305公頃，設有32條纜車線，喺日本非常罕見。要認真全部玩晒，最少2-3日先夠時間。成個雪場分成3大區，北區啱初學者，中間係交通同購物集中地，南區就係人人必去嘅樹冰園。而3條登山gondol纜纜車咧，就分別通往北區上野台驛、中間嘅藏王中央驛同埋南區嘅藏王山6站。樹冰園體驗，講到重點，梗係南區嘅樹冰園，由藏王山6站搭纜車上山，一路上已經睇到震撼嘅樹冰。到地藏山頂驛落車之後，行少少就見到祈求家庭平安嘅藏王地藏尊，之後就可以開始落山。首先經過一段幾斜嘅紅線雪道，跟住轉個彎就會見到聞名於世嘅樹冰園。呢段壯觀景色長約幾公里，可以一邊打卡一邊滑，真係好似進入咗夢境。如果大家想避開中級難度嘅紅線雪道，其實亦都可以由北區出發，繞過另一座山，再接駁到樹冰園嘅平坦雪道，最後同樣可以滑返南區山6站。北區同中央區，因為北區近溫泉街，坡度比較溫和，而且有夜間照明，好啱初學者或者團體上堂練習。至於中央區呢，就係最多食嘢同買嘢嘅位置啦。山腳有一條又平又闊嘅6線雪道，非常適合新手。附近仲有酒店，好容易就撞見香港人。藏王中央站就係全場樞紐，雖然雪道較短，但綠紅黑線都有，乜水平嘅滑雪者都滿足到。溫泉特色，滑完雪梗係要去浸溫泉啦。位於上野台驛同藏王中央驛之間嘅藏王溫泉大露天風呂，有住超過1900年歷史。呢度嘅泉水係超強酸性 ，pH 值低至1.25，有美人湯之稱。浸完可以令到皮膚更加白滑。不過今年雪量太多，成個露天風呂俾雪埋咗，暫時停業。好在溫泉街上到處都有浴場同旅館，行幾步就有，價錢亦好相宜。公共浴池入場只需要200日元，仲有免費足湯可以浸，非常方便。超和小旅館，不過要提一提啊，藏王啲酒店好搶手啊，通常要提早半年以上先預定到。我哋一向都好即興，只有1個月預備，所以只好揾間傳統小旅館。雖然要同其他住客共用廁所，設施老舊，但係勝在位置超近纜車站，真正做得到 ski in ski out。旅館係由一對老夫婦經營，好有80年代昭和味道。雖然房間內冇浴室，好彩附近溫泉浴場選擇多，而且價錢抵。不過呢，要記住浴場呢普遍7至8點就會閂門，時間分配一定要預早計劃，否則呢冇得沖涼啊！美食推介，至於食方面呢，藏王呢絕對唔會令你失望㗎。溫泉街上串燒、壽司、燒肉、火鍋、拉麵樣樣有，選擇多到眼花繚亂。無論你想揾地道家庭式餐廳定係有特色嘅小店，保證唔會餓親嘅藏王溫泉滑雪場。記住幫我 like 同 share 呢條片，留言同我講你最想試嘅係邊個滑雪場。仲未訂閱嘅朋友，快啲撳埋訂閱掣同埋開通知鐘，咁先唔會錯過我之後更多日本旅行同滑雪嘅精彩內容。去埋我哋嘅 FlyGBA 網站，入邊有好多旅遊資訊，不時仲有優惠着數。多謝大家支持，我哋下次見，拜拜。